大家好，我係 Marco， 今日整經典嘅港式茄汁蝦。第一步要剪走蝦頭同埋蝦尾槍，呢個位最容易篤到個嘴。食嗰陣就算唔用手剝殼都完全冇問題。蝦眼、蝦腳都要剪，因為煎嘅時候隨時爆油啊。跟住調個靈魂茄汁，呢個黃金比例係我喺酒樓偷師翻嚟嘅配方，酸甜度啱啱好，配白飯一流。我個女食到舐舐脷啊！睇到呢度，如果你都中意食大蝦，快啲幫我點讚、訂閱同埋留言，話我知平時你中意連殼食定係剝殼食啊？生鐵鑊一定要燒到出白煙，先至落焦油燙勻佢，咁樣就可以形成一層天然嘅防黏塗層。落咗蝦之後，唔好喐佢住，由佢煎下先。等一面煎到金黃，聞到蝦殼嘅焦香味，先至反轉煎埋另一面。記住唔好反嚟反去，每面煎一次就夠啦。呢個時候先至加入料頭，就可以唔使用咁多油，但係又唔會爆燶啲蒜頭啦。兩邊都煎香之後，倒入個醬汁，快火炒勻佢。呢個時候呢，係俾大蝦吸收醬汁，醬汁同時亦都同蝦嘅鮮味融合，呢個先係醬汁嘅靈魂。最後用生粉水埋個薄芡，等啲汁掛啲，可以上碟。做法就係咁簡單。今晚一於試下整啦，記住我大廚收工隨便煮，下次見，拜拜。